咁到底做起上嚟簡單嘅背後又隱藏住啲乜嘢巧妙呢？今日就等我用科學嘅角度同大家一一拆解。哇！大家睇睇幾咁晶瑩剔透，食落去呢，直頭係一劈劈咁樣嘅。馬蹄我會揀嘅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到咗一年一度蒸糕嘅時候啦。前嗰幾年呢，我就分享咗蘿蔔糕、芋頭糕同埋蔗汁糕啦。今年係時候輪到一個簡單易整又好食嘅馬蹄糕啦。馬蹄糕網上已經有大量食譜，每個屋企可能都有唔同嘅做法。對於我嚟講，好食嘅馬蹄糕必須要表面滑身、晶瑩剔透，而且食起嚟煙韌彈牙。咁到底做起上嚟簡單嘅背後又隱藏住啲乜嘢巧妙呢？今日就等我用科學嘅角度同大家一一拆解，希望各位唔好嫌我沉氣啦。好，咁首先睇睇材料，其實就好簡單，就係馬蹄粉、糖同水。吉士粉可以令到馬蹄糕嘅顏色黃一啲，而且額外再增加少少香味。如果唔想加嘅都完全可以唔加嘅。今次呢個食譜嘅份量夠整一底600ml嘅糕，有時預材料嘅份量都唔係咁容易。所以如果想準確知道自己個模嘅容量，首先可以喺買模具嘅時候留意下有冇寫明到，或者用大家小學時候學嘅數學知識嚟計算個容積。例如呢個長方形嘅模具，容量就係15.1乘7乘7.5 cm， 計出嚟就大概係600毫升啦。不過記得度長度嘅時候單位係用 cm 嘅。仲有一個更加簡單嘅方法，就係斟水落去量啦，更加適合啲形狀唔規則嘅容器。例如呢一個就係650毫升，而呢一個就大概係840毫升。如果淨係整一底840毫升嘅話，就可以將呢個食譜裏面所有材料嘅份量除以600，再乘840，咁就啱啱好噶啦。喺開始之前，順便講埋第一個重點先，同蒸其他糕一樣，冇錯，又係粉水比例啦。我個食譜整體粉水比例大概係1:5，呢個係我最中意嘅比例。其實粉水比例係一個大範圍嚟嘅，一般馬蹄糕呢，我就建議大家控制喺1:4去到1:6之間，即係用100g 嘅馬蹄粉就對400至600ml嘅水。如果大家未整過嘅話，建議偏向用1:4嗰個比例，口感會爽啲同實淨啲。而1:6呢個口感會軟糯一啲嘅。但係如果再有誤差，例如啲粉少咗或者水多咗呢，咁就有機會完全成唔到型噶啦。咁到底超越咗呢個比例會有乜嘢後果呢？一於就沿用翻我嘅科學精神，試俾大家睇下啦。馬蹄同糖同吉士粉，我用翻一模一樣嘅比例。分別整咗一底1:3同埋一底1:8嘅細馬蹄糕俾大家望望。1:3呢，即係多粉啊，咁佢個質感會係比較硬啲，同埋有啲似橡膠嘅感覺。再切埋俾大家望望。50幾個。而呢個1:8呢，水嘅比例好高，即使雪咗幾個鐘之後呢，都仲係有啲唔成形嘅感覺。食落去呢，直頭係一劈劈咁樣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多啲特色食譜，或者對煮嘢食同食嘢有份執着，不妨撳個訂閱掣，得閒睇下我啲新片啦。好，教好個材料比例，又講咗咁多廢話，咁係時候就開始整啦。首先就處理咗啲馬蹄先。馬蹄我會揀硬身嘅，因為撳落去軟腍腍嘅話呢，好大機會係唔新鮮。然後將佢去皮啦，最方便就係切頭切尾。然後好似批蘋果咁，用水果刀沿住個邊嚟批，唔識批都唔驚批傷啊！頭嗰度我就中意用羹仔去刮走啲岩巉嘅皮，然後放入水度洗一洗佢，再抹乾淨。之後因應個人喜好切粒或者切片，我就中意對半切開再切片，咁就唔怕太大或者太細粒啦。
如果鍾意食碎啲嘅話，可以好似咁樣拍扁，然後直接剁碎。馬蹄如果喺街市買呢，都有啲檔口係批好皮嘅，咁就方便好多啦。不過價錢隨時貴1-2倍啊。之後到開粉嘅步驟啦，我哋將全部馬蹄粉同大概1半水攪勻。有啲食譜反而寫到明啱啱好要用3份水去開，但係其實唔使咁精準嘅。背後嘅原理呢，陣間蒸糕嘅時候再講。由於馬蹄粉佢比較粗粒啲啊，唔係咁容易撈勻到，所以攪完一輪之後都要再過篩，確保啲粉漿係冇粒粒嘅。個隔篩度有粒粒嘅，可以用膠刮去刮落去，之後可以放埋一邊備用。吉士粉其實大家可以一早加埋落啲馬蹄粉度嘅，但係如果唔記得咗都唔緊要，佢係非常之易用。攞少少水撈一撈呢，就可以倒埋落啲馬蹄粉漿度。之後到下一個步驟啦，我哋用其餘嗰一半嘅水加埋冰糖同片糖，煮滾之後轉成最細火，中途輕輕翻一翻佢，同埋我會冚翻個蓋，避免啲水蒸發得太多，從而導致粉水嘅比例錯咗。糖呢，我就用咗冰糖同片糖兩隻撈埋一齊，因為本身冰糖清甜但係冇乜顏色。如果純用冰糖整出嚟嘅馬蹄糕呢，會比較爽口啲，但係顏色呢就淺淡暗啞，比較偏向酒樓傳統嗰啲馬蹄糕咁。而片糖呢，佢個味道濃郁啲，而且整出嚟嘅馬蹄糕比較上色。喺市面上買到嘅片糖呢，都有唔同嘅顏色，我就比較中意用深色呢款片糖，佢糖蜜嘅味道更加香濃，有啲似黑糖焦糖嗰隻味。所以呢，兩款糖融合埋就最完美啦。直到啲冰糖同片糖完全溶解晒之後，我哋熄火，倒埋頭先嗰啲馬蹄粉漿，快速撈勻佢。如果仲係太稀，好似水狀咁樣呢，就繼續開細火攪勻。要記住呢個步驟係非常之重要，我哋要 keep 住係咁攪勻佢。目的係唔好俾個煲邊結一嚿嚿熟粉出嚟。如果真係唔好彩結咗少少，要即刻刮甩佢，打散融入埋啲生粉漿裏面。如果唔理佢嘅話，佢就好似啲牙石咁越積越多，然後變咗一嚿定咗型嘅硬糕噶啦。我哋繼續攪，繼續攪，攪到一有開始覺得有少少結啦，類似杏仁糊嘅狀態，或者 IDDSI 嘅分級，大概係第3級，就要即刻離火。唔可以再結噶啦，因為馬蹄粉實在非常容易過熟。如果煮到佢膏狀先停手呢，一嚟倒模嘅時候會倒得唔好，二嚟中間呢好容易會有好多細嘅氣泡仔。頭先講到開粉漿嘅步驟，水分量唔使太準確，但係又唔可以太少，原因就係咁啦。即係啲馬蹄粉漿呢，因為冇煮過，所以倒落啲糖水度有一個降溫嘅效果。如果開粉漿嘅水太少，即係用嚟煮熱嘅水會更加多。煮熱咗撞生粉漿落去嘅時候呢，就可能會熱得滯，導致粉漿全部過熟。用嚟蒸糕嘅容器，我哋先搽咗一浸油，等蒸好之後容易啲脫模。離咗火之後，我哋可以即刻加入切好嘅馬蹄撈勻，然後倒晒入去頭先搽咗油嘅模度，燉一燉走啲空氣佢，封一層可以蒸嘅保鮮紙或者錫紙，費事啲倒汗水滴落去影響個質感。然後就用中大火蒸30分鐘。咁點解要煮到佢結結地先可以攞去蒸呢？因為馬蹄粉本身完全冇任何根性，未蒸熟嘅時候呢，呢啲澱粉會沉底。俾大家睇睇呢個實驗啊！呢兜係過咗篩嘅馬蹄粉水，過咗唔夠10分鐘呢，啲馬蹄粉已經全部分層沉晒落底啦。如果咁樣走去蒸呢，首先啲馬蹄會浮面好唔平均，二嚟未蒸熟嘅時候已經咁樣分咗2層出嚟。嚿糕就真係唔知點食啦。
所以唔少嘅中式糕點咧都會經歷過呢個半熟漿嘅狀態。蒸好之後，我哋可以用牙籤拮落去試一試佢熟嘅程度。如果冇啲未熟嘅白色粉漿黐住咧，就可以拎出嚟噶啦。雪佢最少2個鐘之後就可以拎出嚟切件啦。雪耐咗嘅話咧，顏色會比起啱啱蒸好嘅時候白咗。不過唔使擔心嘅，陣間煎嘅時候就知道咩事噶啦。頭先搽咗油嘅話咧，依家脫模就好簡單啦。輕輕用牙籤幫一幫手撩一撩個邊，再燉下佢就脫到模噶啦。食之前可以切個片，其實可以切薄啲都得嘅。切嘅時候記得一刀過，唔好好似拉鋸咁拖刀，否則個切面就會岩岩巉巉噶啦。如果有時間煎佢仲更加香口添。煎過嘅馬蹄糕呢，顏色會變返透明。好，咁我哋嘅馬蹄糕就搞掂啦。哇！大家睇睇幾咁晶瑩剔透，味道又香又清甜，馬蹄都非常之爽口，完全係有住清新爽口彈牙嘅3重享受啊！大家記得試下啊！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如果想俾 comment， 記住喺下面留言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。頭先講到開粉漿呢個步驟咧，水唔使太準確。